大家好啦，咁我係余 Sir，咁就跟住落嚟咧，就想同大家解答翻咧，就有啲股票班會員嘅一個股票問題啦，就話佢成日會睇啲 YouTuber 啦，大家都會睇啲 YouTube 有啲大家都吹到個大市嚟緊會有股災喎，甚至乎會有一個 AI 嘅泡沫喎，因為好多 AI 嘅股票其實都已經係升咗1倍、3倍、5倍，甚至乎有啲係升咗10倍嘅咯咁樣樣。嗱，咁同埋呢幾年係冇股災，會唔會嚟緊會出現嘅股災啊？咁問下余 Sir 點樣睇呢成件事啦？咁第一點咧就係 YouTuber 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拍 YouTube 咧係為咗估中嗰一次，或者係咧有啲特別嘅泡沫啦發生咧，而令到佢估中呢一樣嘢嘅名氣增加嘅。但係大家要知道咧，喺呢個世界上面咧，其實咧係冇任何一個人基本上面佢喺華爾街做99年都好啦，佢都冇辦法去預測聽日嘅股市、下一個月嘅股市、下一年嘅股市會係點樣行嘅嚇。咁呢樣嘢大家要先知一樣嘢啦。咁 YouTuber 係靠呢啲叫做令人睇到好不安，或者係令人睇到會即刻想撳入去關注翻自己個 portfolio 咧，而令到個瀏覽嘅數量係增加而賺取個廣告費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要根據翻自己嘅分析去做翻嗰個大市嘅嗰個睇法啦，同埋個別公司嘅估值啦。咁就所以預測個股市短期甚至乎中期嘅走勢係冇辦法去做到嘅嚇。咁連股神巴菲特都係做唔到，係亦都真係呢幾年係睇錯事咧，因為佢持有3000幾億美金嘅cash 啦，咁其實佢係冇投入到個股票市場上高嘅，亦都冇買到關於 S&P 500指數嘅 index， 咁所以令到佢完美地錯過咗呢5年嘅大牛市，亦都係真係個回報率會跑輸個大市啦。因為大市升上去，你組合當中嘅股票相對較少咧，咁你就會錯失咗一個叫做大牛市嘅機會啦。咁嗱，關於第二個數據就係話幾時大約會有一個股災啊咁樣，我哋會唔會驚一個好大嘅調整將會發生啊？其實咧，美股咧佢歷史上面咧平均每5年咧會發生一次咧大約股災嘅。咁而嗰個股災嘅平均嘅跌幅咧大約係14%。咁呢個數據咧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咧，就係話如果嗰幾年咧，其實我個 portfolio 已經賺夠咧嚇，你又唔係真係長線去做嗰個股票嘅持倉嘅話，你可以考慮呢一個數據，即係每隔5年可能個指數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。